征，招商出征。啊。把你们两个后面转啊！我要前面。就你吃饭装完就。哇！完犊子了！多完犊子了！这个角度还可以。很好。这个拍摄的这个好。非常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们两个，你兄妹。大笑。有场吗？我这个。去吧，去拍嘛。有点上顺。没时间了。所以他你看嘛，他动作大不大嘛？你看嘛，他来都不来嘛，等了1个小时。那玩意这地址太多了，他设的地址很多很多。就扔了，去扔了。走吧。好吧。就动作标准一点就好了。后面那个是我的。我也拍了的。他今天30的第一次。基本都是全拍。我是每个人按那个，我是不是他那种方式，我是拍了自己每个人还有单独的。我是在是一个一个的嘛，还再有合影那种。你手机传不用，他相机拍得好一点点，是我自己做也做出来的，但是麻烦。找一下，回去啦。我也准备回去了。我弟弟一直在催我怎么办？看这3个，这个要回去了，要走了，他们要走了，他们马上要开始拍了。你们往前面走，往前面走，不，他不走，你们往前面走，对。我这会儿，行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跳一下，先别我没了。吉祥盛堂。走了吗？他们回去的任务都是直播，马上到了，全是直播。你们去不管是扎西，反正所有团队基本上有抖音号的都要直播。我要带一个 PK。不管人多少都要，就相当于打可视电话那种，就相当于聊天可视聊天那种。回到原位哈。都不用视频连线了，就直接在抖音上 PK 就完了。连线抖音上有连线应该有。吉祥盛堂。抓些推一点，抓起尽量往后面推一点，他们太小了，这样。
尽量推，这个还要推一点。可以了。死哪里面一点？一般可以了，一般可以了吧？我们俩可以。好，我才知道。就说了。俺都很高兴。